每一個字或者條目咧，都有佢自己嘅含義同埋重點嘅，視乎響咩地方出現嘅。BDAG 嘅中文版咧，響每一個字或者條目咧，都提供咗豐富嘅資料。而家我哋大家一齊打開 BDAG 嘅中文版羅馬數目字第33頁嘅我哋就會睇到裏面嘅使用說明。呢度有一個嘅例子，就係條目 Allasso。Allasso 呢個字咧有兩個唔同嘅意思。第一個咧就係改變，而第二個就係交換。大家睇呢個例子嘅時候咧，就會發現咧，呢度一共有25個有圈嘅數目字，即係咧有25個適宜嘅項目。呢啲都係詞典嘅專門用語或者表達。所以咧，我哋要解釋一下呢25個有圈數目字嘅意思係咩啦？大家請留意咧，唔係每一個條目都有呢25個適宜嘅項目。項目有多少咧，就要視乎嗰個條目咧有幾多個含義。另外，喺個詞典裡面咧係冇呢啲有圈嘅數字嘅。喺呢個例子裡面咧出現咗呢啲有圈嘅數字咧，只係方便介紹嘅啫。好，我哋而家一齊睇一睇呢一個嘅例子啦。呢一個例子一共有3個段落。第一個段落係討論 Allasso 呢個字嘅詞形變化。第二個段落咧係討論呢一個字嘅第一個定義或者意思啦，即係改變。而第三個段落咧就係討論呢個字嘅第二個定義，即係交換。我哋首先睇一睇第一個段落。第一個段落一共有6個有圈嘅數字。第一個有圈嘅數字之後咧，有希臘文 Allasso， 字體係特別大嘅，因為呢個係字詞嘅條目形式。有圈嘅數字2之後咧就係原文編號啦。原文編號咧係指 strong 嘅編號，呢啲編號咧係按照希臘文字母嘅次序編排嘅。呢啲嘅編號咧係被廣泛使用，甚至有好多嘅中英文聖經軟件亦都會使用呢一個編號。好多嘅軟件都有以下嘅格式嘅，例如約翰福音嘅3章16節嘅神愛世人，神咧嘅編號就係2316，愛就係25，世界咧就2889，或者英文 King James 版本嘅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， 英文咧後面咧就有一個編號咧，透過呢個編號咧，我哋就可以揾到原文嘅字啦。喺互聯網上面咧，再有呢啲嘅編號嘅免費軟件咧，包括eSword 啦，喺呢個軟件裡面嘅 King James 加同埋咧GNT 加或者 TR 加嘅版本咧，大家都可以揾到呢啲嘅原文編號。一旦揾到編號咧，就好容易咧喺 BDAG 嘅中文版翻到咧要揾嘅字詞啦。Strong 嘅原文編號唔包括一啲較為新嘅新約版本嘅字。為咗解決呢一個嘅問題，例如果新字咧係編排響292與293之間， BDAG 嘅中文版就會將呢啲嘅字咧編為 292A、292B 等。偶然編號會唔順序嘅，例如1175會響1174之前嘅，呢個係因為 Strong 有時咧冇按正確嘅條目形式咧嚟到去編排而導致嘅。響 BDAG 裏面咧，只有響新約出現嘅字咧先至有編號，所以咧唔係每一個字都有編號嘅。響有圈嘅數字3之後咧，有 Allos 呢一個字，指出 Allasso 呢個嘅動詞咧源自 Allos。如果大家喺 BDAG 呢本詞典裏面翻查 Allos 呢個字咧，就會知道呢個字嘅意思係其他。喺有圈數字4之後咧，就係 Allasso 嘅其他一啲咧特別嘅形式或者拼法。因為有啲字詞嘅詞形變化係特殊嘅，仲要留意咧就係呢度所使用嘅簡寫啦。未來所指嘅咧就係未來時態嘅拼法。而呢一個拼法就寫喺後面，之後嘅一個筆
係指 alasso 嘅過去不定時嘅第一種形式。呢個係因為過去不定時有分第一種同埋第二種嘅形式，而未來被動呢，係指未來被動嘅第二種形式。未來被動亦都有兩個唔同嘅形式。呢度冇提到第一個被動嘅形式，因為呢一種嘅形式呢，冇出現於新約同埋早期基督教文獻。alasso 呢個條目嘅語法分析嘅簡寫呢，比較簡單。有啲條目嘅語法分析嘅簡寫比較複雜，例如一個不被動分詞所有格複嘅意思係咩呢？就係第一過去不定時態被動語態分詞所有格複數，而未來三單嘅意思呢，就係未來時態第三人稱單數。而過去完成陳述呢嘅意思就係過去完成時態陳述語氣。有啲嘅語法家呢，將陳述語氣稱為呢直說語氣嘅。虛擬就等於呢虛擬語氣啦。期願呢嘅意思就係期願語氣。未完就等於呢未完成時態。陰陽中呢，分別呢係指陰性、陽性、中性。而家大家可以睇一睇有圈嘅數字5啦。響呢個數字後面呢，有埃斯庫羅斯，呢一個係一個希臘作者嘅名字啦。響呢個名字之後有一個加嘅符號嘅，意思係呢個字最先出現響埃斯庫羅斯嘅著作，並且後來出現於碑文啦、蒲祖子抄本、70士譯本、偽經菲羅、約瑟夫，並且最少響一個胡教士嘅著作裏面。關於呢個作者嘅著作日期同埋其他嘅資料呢，首先參考中英對照表，然後再參考簡寫表。響有圈嘅數字6之後呢，大家會睇見 DELG 呢個字嘅。如果大家唔明白呢個英文表達呢，就要參呢綜合簡寫表。綜合簡寫表呢會指出呢一本呢係討論詞源呢嘅希臘文詞典。DELG 後面呢有見條目，意思呢係要讀者響 DELG 呢本詞典裏面參考 alos 呢個條目。